一本普通嘅畢業紀念冊竟然變成連環殺人嘅生死簿。20年前，上海兩個家庭接連遇上離奇謀殺。班長劉思佳嘅母親啱啱用龍井茶招待完客人，就俾人用領帶勒死喺自己屋企張床上。1年之後，班上嘅靚女同學高靜獨自喺屋企時被人扼殺，兇手唔劫財唔劫色，現場連半枚指紋都冇留下。更加詭異嘅係，遇害者都曾經接過同一個男人打嚟嘅電話，而佢取得資料嘅來源竟然係全班同學人手一本嘅紀念冊。今日呢宗奪命同學錄懸案結局令人聽完背脊發涼。劉思佳南係上海市虹口區一間職業學校電腦專業畢業班嘅班長，雖然個名聽落似女仔，但係佢其實係一個男仔。2001年4月6日下午3點左右，喺同學屋企打機嘅劉思佳接到一通電話，突然打嚟嘅電話打斷咗佢打機興致，但佢唔知道嘅係接落嚟嘅事會成為佢一世陰影。劉思佳接起電話之後，電話嗰頭傳嚟父親老劉嘅聲音：喂，係劉思佳咩？趕緊返屋企，你媽媽出事咗。唔知道母親到底出咗咩事，劉思佳一時間好疑惑，但佢知道母親身體狀況一直唔好，50歲就申請病退喺屋企養病，所以佢估計可能係母親舊病復發。但當佢趕到屋企門口，先意識到事情遠比佢想象中嚴重。現場鄰居同行人將小區門口圍到水泄不通，警車同救護車亦停喺嗰度。劉思佳急急腳向樓上衝，卻被旁邊鄰居一手拉住。好心鄰居話俾佢知，佢母親被壞人害死咗，勸佢都係唔好入去睇，免得留下心理陰影。此時嘅劉思佳屋企入邊，楊浦區公安分局刑偵支隊嘅警方已經開始現場勘查。劉母倒臥喺床上，頸上有令人心寒嘅勒痕，俾人發現時早就已經冇咗呼吸。佢身邊放住2條領帶，一條已經被人用力扯斷，而另一條後來經鑑定就係兇手勒死劉母嘅兇器。兇手勒斷一條領帶之後，依然唔肯罷休，係鐵咗心要勒死對方。可見兇手目的性極強，而且手段殘忍。奇怪嘅係，現場明明有輕微翻動痕跡，但喺犯罪現場卻揾唔到陌生人嘅指紋。警方推測現場好可能被兇手刻意整理過。有咗呢個推測，警方不得不更加謹慎起嚟。呢個兇手唔簡單，佢可能仲有一定反偵查意識，但現場勘查亦唔係一無所獲。劉家嘅單元門需要撳門鐘同屋主通話之後先可以打開，而當日住喺1樓嘅鄰居剛好聽到兇手嘅聲音，雖然冇睇見人，但係鄰居判斷對方係一個上海口音嘅成年男性。此外，警方仲留意到2處細節。第一，係屋企大門冇被撬開嘅痕跡，好明顯係劉母主動開門，呢就說明兇手一係熟人，一係就係一個可以令劉母放低戒心嘅人。第二係現場茶几上有一壺啱啱泡好嘅龍井茶，經劉家人介紹之後，警方得知呢啲茶係劉家專門用嚟招待客人。由於劉母並冇受到侵犯，現場亦冇財物損失，所以可以排除圖財同圖式殺人，咁剩低就只有2種可能：仇殺或者情殺。於是警方將調查方向轉移到劉家嘅社會關係上，睇下佢哋屋企有冇得罪過咩人。警方了解到老劉係一間建築公司嘅小老闆，平時賺得亦唔少，但為人謹慎，好少同人鬧矛盾。更加重要嘅係，佢從來唔會隨便將自己屋企地址話俾其他人知。咁樣一嚟，兇手直接揾上門呢個講法就講唔通。而死者病退在家，平時除咗跳下舞、行下街，人際圈子十分有限，亦冇咩機會招惹仇家。排除咗仇殺，就剩低情殺。順住呢個邏輯，警方開始調查2人嘅感情生活。劉氏夫婦感情十分穩定，雖然劉母跳舞時有舞伴，但係佢同舞伴只係普通朋友。而且案發當日佢所有男舞伴都有不在場證明。之後警方又花咗2個幾月時間排查疑犯，最後將同劉家有關嘅100幾個社會關係人全部逐一排除。案件偵破又返到起點，案件調查一直揾唔到突破口，警方再一次揾嚟劉思佳同佢父親，希望佢哋可以回想案發之前有冇發生過咩可疑事情。劉思佳提到
案發前一日下午，亦即係4月5日清明節，佢接過一個奇怪電話，對方問佢爸爸喺唔喺屋企。劉思佳回答話唔喺，並問對方需唔需要爸爸嘅手機號碼時，對方卻話自己有佢爸爸嘅聯絡方法，仲話會再打電話聯絡佢。但奇怪嘅係，老劉之後並冇接過電話，呢條線索引起咗警方懷疑。警方調查之後發現，嗰個電話係由公用電話亭打出嚟，但令人疑惑嘅係，呢個人點會有劉家嘅座機號碼？要知道，老劉工作時一般留嘅都係自己手機號碼，好少將屋企座機號碼話俾別人知。而且呢個人一開口就叫出劉思佳嘅名字，仲知道老劉嘅名字，了解得咁詳細，究竟會係邊個？由於一直揾唔到新突破口，案件陷入停滯。劉家悲劇發生1年幾之後，失去親人嘅巨大痛苦，唔單止冇令父子兩人更加親近，反而令佢哋之間產生嫌隙，甚至一度互相猜忌。父親懷疑兒子殺害母親，仲質問佢點解偏偏喺母親遇害嗰日將母親嘅手機帶走。要知道佢平時出街好少會帶屋企部手機。劉思佳辯解話係因為2001年手機仲算係新潮物件，帶去同學屋企只係想威下。劉思佳亦經常懷疑父親，明明劉母離世先1年，父親就已經再婚。而且據劉思佳回憶，佢父親平時下午從來唔會返屋企，但劉母遇害嗰日下午3點幾，佢卻返咗屋企，仲成為第一個進入現場並報案嘅人。呢點令劉思佳心入邊打咗個問號。其實警方當時亦懷疑過老劉，但係最後排除咗佢嘅嫌疑。因為當日下晝佢返屋企係為咗攞急用嘅錢，佢嘅生意夥伴同小區保安都可以證明佢冇作案時間。接住就在警方失去調查方向，為呢宗案焦頭爛額之際，又傳嚟一個不幸消息。2002年7月1日下午，上海警方再一次接到一宗報案，今次報案嘅係一位母親，佢報案話自己女兒高靜喺屋企被歹徒殺害，案發地點係楊浦區。警方即刻去到現場勘查，發現高靜同樣係俾人勒死喺床上，被害者當時正處於生理期，並冇遭到侵犯嘅痕跡，現場俾人打掃整理過，財物冇唔見，大門冇被破壞，好明顯兇手係死者自己開門放入嚟。除此之外，警方仲了解到高靜畢業之後準備參加成人自考，平時都係喺自考班上堂，生活十分有規律。案發當日，高靜嘅外公住緊院，高靜母親中午要去送飯，中午高靜返屋企都係自己食飯。而喺11點左右，正當高靜母親準備出門嗰陣，屋企突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嗰頭係一個男人，話要揾高靜。但係當時高靜仲喺返屋企路上，高靜母親自己又急住出門，於是就同對方講，叫佢等高靜返到屋企之後再打電話過嚟詳細講。講完之後，高靜母親就收線出門，但佢唔知道嘅係，當佢下午再返到屋企嗰陣，自己女兒已經變成一具冰冷遺體。好多年之後，高靜母親對呢件事仍然心有餘悸，佢十分後悔。如果當時佢冇喺電話入邊講自己要出門，可能女兒就唔會遇害，因為呢句說話就好似俾咗兇手一個信號，屋企只有高靜一個人，咁樣兇手就可以輕易犯案。喺得知高靜母親接到不明電話呢條線索之後，警方即刻透過通話記錄揾到呢個電話嘅來源，係一間位於楊浦區嘅小賣部公用電話。於是警方趕緊過去詢問小賣部老闆娘，仲記唔記得當日打電話嘅人？老闆娘對呢個人仲真係有少少印象，因為當時係中午，人本來就少，仲落緊細雨，有個40歲左右嘅男人就嚟呢度打電話，但佢啱啱打完電話冇俾錢，就急急腳走。老闆娘趕緊叫住佢，呢個時候佢先回頭從腰間掏出5毛錢，而正正就係呢一次回頭，令老闆娘記住咗男人嘅模樣。呢個人皮膚好黑，面型瘦長，戴住一副眼鏡，長得斯斯文文，但係對眼特別兇狠。後來警方根據老闆娘嘅描述，揾到上海鐵路公安著名模擬畫像專家張欣幫手畫咗一張模擬畫像。雖然有咗畫像，但兇手到底係邊個，同死者又係咩關係？警方依然冇定論，但經過警方不懈調查同線索搜集，意外發現呢宗案竟然同1年幾前
劉思佳母親案有好多相似之處，兩宗案件嘅作案手法可以話係如出一轍，死者死亡地點都係自己屋企，都係被人入室勒死，而且死者死前屋企亦都接到過一通陌生男人嘅電話，現場都俾人刻意整理過。而更加重要嘅係，今次案件嘅死者同上一宗案死者嘅兒子劉思佳就讀於同一間職高，仲係同班同學，呢件事絕對唔可能係巧合。警方推斷呢兩宗案件嘅兇手好可能係同一個人，於是決定將兩宗案件並案偵查，並將關注點放喺嗰間職高上。一本封塵已久嘅紀念冊亦慢慢進入咗警方視線。據劉思佳所講，班上每個同學手上都有一本同學錄，上面寫住每個同學嘅家庭地址同埋電話，畢業之後方便大家互相聯絡。兇手好可能係透過同學錄得到佢哋詳細嘅家庭情況，咁兇手就好可能係職高老師或者學生家長。明確咗兇手呢兩種身份之後，警方即刻開始排查，排除咗老師同職工之後，警方就將重點放喺可以接觸到同學錄嘅學生家長身上，但亦存在外人拎走同學錄嘅可能。於是喺高靜遇害冇幾耐之後，警方召集咗劉思佳所有同學喺公安局虹口分局開咗一次特殊班會。喺會上，所有同學都將自己嘅同學錄交俾警方。經過警方檢查同埋詢問，佢哋手上嘅同學錄全部都仲喺度，亦冇人話曾經俾外人睇過。而家睇嚟，呢兩宗案件嘅兇手的確可能係50名學生嘅家長，或者同佢哋有關係嘅人。警方要求每一名同學將自己父母嘅詳細情況全部寫低，方便日後查詢。同時又將模擬畫像喺同學之間傳閱，想叫佢哋幫手辨認。而就喺呢個時候，一位名叫梁少嘅同學見到眼前呢幅畫像，諗起咗一條重要線索。佢話俾警方知，佢記得半年前，亦即係2001年12月上午8點左右，梁少母親一個人喺屋企做緊家務嗰陣，突然接到一通奇怪電話。電話嗰頭嘅男人問對方係咪梁少母親，仲聲稱自己係職高老師，係嚟學生屋企做就業家訪。不過本來應該一齊嚟嘅黃老師，因為身體唔舒服嚟唔到，而家就只可以由佢一個人嚟家訪。嗰個人仲問梁家仲有冇其他人，以及梁少喺唔喺屋企。梁母一聽係女兒老師嚟家訪，亦冇多諗就應承咗，仲問對方知唔知道自己屋企地址。對方卻話知道梁家地址，並承諾自己好快就會過嚟。2個鐘之後，梁少屋企果然嚟咗一個40幾歲嘅男人，佢戴住一副眼鏡，望落文質彬彬，入面着住雞心領羊毛衫，外面着住蟹殼青色西裝，但呢個自稱係職高老師嘅男人一敲門就令梁母覺得有啲唔對路。梁少屋企間屋係佢父親所在單位分配嘅，一開始佢哋住喺602室，但係屋企人嫌間屋太細，梁父就申請叫單位，將隔籬601室亦都分埋過嚟，再將兩間屋做咗一個隔斷，只係從中間開咗一道門。而梁少一家同平時嚟嘅客人出入都係行601室大門。602室大門雖然冇關閉，但好少有人會行。不過梁少因為住慣咗，養成咗習慣，佢每次寫信俾同學都會將自己屋企寫成602室。同樣，佢畢業紀念冊上嘅家庭地址寫嘅亦都係602室。而呢個職高老師一嚟就直接敲咗602室大門，好明顯佢係睇過紀念冊上嘅地址先嚟。梁母起初亦冇諗太多，仲好客氣咁招待咗佢。但事實上，佢對梁少嘅情況並唔關心，反而稱讚起呢度嘅居住環境。佢喺屋入邊行嚟行去，睇完又睇，仲盯上屋中間嗰度隔斷門，隨手就想打開睇下，卻被梁母阻止咗。見到梁母阻止自己開嗰道門，佢連忙揾說話講：原來你屋企仲有其他人喺度啊！梁母笑咗笑，冇正面回答呢個問題，只係隨意應付咗幾句。佢感覺情況有啲唔太對路，又同梁母講：既然梁少唔喺度，咁嗰日佢再同黃老師一齊嚟。講完之後就行出咗梁家。之後梁母越諗越覺得唔對路，呢個人根本就唔似係嚟家訪嘅老師。於是佢撥通職校黃老師電話，想確認一下。令人後怕嘅係，黃老師話俾梁母知，自己根本冇生病，亦根本冇就業家訪呢回事。梁母好快意識到對方就係一個騙子，
但佢嚟到屋企嘅目的到底係咩？梁母將呢件事話俾丈夫同女兒知，佢哋亦覺得十分淒酷。但由於冇咩損失，佢哋並冇選擇報案，件事就咁過去。警方聽完佢嘅講述之後，趕緊拎住畫像揾到梁母。梁母一睇模擬畫像，即刻就確認嗰個假老師就係畫像上邊呢個男人。至此，警方終於確認呢兩宗兇殺案嘅真兇，亦知道佢嘅作案方式同過程。只要查一查邊個可以接觸到呢本畢業紀念冊，再根據條件逐一排除，就可以揾到犯罪嫌疑人。但警方唔知道嘅係，呢趟追兇之路，佢哋竟然走咗20多年。警方整理出一份421人嘅調查名單，對佢哋展開逐一排查。呢份名單包含兩類人，第一係可以接觸到畢業紀念冊嘅學生親屬，第二係學校老師同埋職工。但可惜嘅係，經過1個幾月排查，警方依然一無所獲。案件調查又一次陷入困境，兇手好似被警方嘅調查動作嚇到。自從高正死亡之後，再都冇發生過類似案件，但係警方一直惦記住呢宗案，因為冇重要線索，案子一直未破。呢件事亦成為警方同兩家受害者家屬嘅心結。但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過去因為技術受限，冇辦法檢測留喺繩上嘅 DNA， 但而家 DNA 檢測技術慢慢發達起嚟。2020年底，楊浦區警方再次將當年捆綁劉母雙手嘅一條繩送去刑科所生物物證室，將繩上殘留嘅 DNA 同名單 DNA 進行比對，但比對數據全部都唔匹配，呢就說明真兇唔喺嗰421個人入邊。但係警方依然冇放棄。佢哋再次排查紀念冊上所有同學嘅家庭情況。2021年3月初，警方排查到一位名叫曹樂樂同學嘅父親時，對方十分抗拒，仲叫警方去揾曹樂樂嘅養父，話自己早就離咗婚。2001年同2002年根本唔喺上海。警方調查發現，曹樂樂確實有一個養父，因為佢冇同曹樂樂母親領結婚證，所以冇出現喺警方排查名單入邊。養父名叫楊建國，67歲。奇怪嘅係，當年警方上門排查嘅時候，曹樂樂母女兩個不約而同掩蓋咗楊建國嘅存在。警方即刻着手調查楊建國呢個人，發現呢個楊建國並唔簡單，因為盜竊同詐騙3次入獄，出獄之後靠低保度日。平時除咗同曹樂樂母女同住，佢自己喺鳳賢仲租咗間房。2021年3月15日凌晨，警方前往楊建國租住地時，意外發生咗。一入門，警方就見到地上滿係血跡，楊建國就瞓喺地上，手腕上全係血，已經死咗。警方查看佢所在流動嘅監控，發現2021年3月13日下午，楊建國返到租住地之後，就再都冇出過嚟。呢說明佢唔係俾人殺害。經過法醫檢測，楊建國生前患咗胃癌，深受胃癌折磨，知道自己已經活唔到幾耐嘅楊建國，最後選擇自我了結。經法醫仔細比對，楊建國同繩上嘅 DNA 完全吻合，基本可以確定楊建國就係犯下2宗命案嘅兇手。據警方介紹，楊建國嘅傷口非常深，可見佢係一個能到痛下決心嘅人。殺人兇手浮出水面，但好多疑問並冇解開。楊建國點解會上門殺害養女嘅同學同同學母親呢？呢就要由曹樂樂媽媽同楊建國相識講起。佢哋兩個係初中同學。1982年，曹樂樂啱啱出生1個月，生父就因為犯罪入咗監獄，母親一個人帶住佢，日子過得艱難。剛出獄嘅楊建國實在睇唔過眼，就接濟咗曹樂樂母女。出於金錢同感情需要，曹樂樂媽媽接受咗楊建國，好快就俾佢住入自己屋企。楊建國中意玩樂，收入唔高，但係早早就買咗影碟機同埋色情光碟。案發前嘅2001年初，曹樂樂媽媽做咗一場大手術，身體狀況冇辦法滿足楊建國嘅慾望，於是楊建國就將目標放喺養女嘅同學錄上。咁樣睇嚟，之後楊建國去幾個同學屋企，明顯係別有用心。劉思佳係男生，可能因為個名比較女性化，楊建國以為佢係女生，所以先有咗犯罪衝動。知道一齊生活咗20多年嘅男人，竟然係犯下2宗命案嘅兇手之後，曹樂樂媽媽表示自己只覺得後怕。講到呢度，耐人尋味嘅問題就嚟，
曹樂樂母女兩個有冇可能係幫兇呢？當曹樂樂見到嗰張模擬畫像時，佢難道冇認出嗰張畫像似自己養父咩？以上種種實在可疑，但係後來曹樂樂母女向警方交代，隱瞞楊建國存在係因為未婚同居，覺得難堪。不過曹樂樂睇到畫像之後嘅反應，確實令楊建國多活咗幾年。呢兩宗跨越20年嘅懸案，終於因為 DNA 技術突破，鎖定兇手而終結。雖然案件告破，但亦令我哋見到科技對刑偵嘅重要性。未來隨住技術進步，更多陳年積案都有望超說。一本聯絡同學情誼嘅同學錄喺惡魔眼中，竟然變成一張索命地圖。保護私隱，有時就係保護生命。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呢度係鍾 Sir 講案，我係鍾 Sir，我哋下期見。